公務員薪酬制度設有俗稱跳 point 嘅增薪點，多年嚟咧一直受外界批評同市場咧脫節。政府打算引入 Light Curve 嘅機制，表現最差嘅公務員咧就冇得跳 point。我認為呢個改革咧值得支持嘅。等我講下有咩好處。第一，真正睇表現加人工，表現差就冇得加薪。17萬公務員中咧，過去5年只有唔夠100人咧，因為表現欠佳不獲增薪點。做得好同做得唔好咧，都係咁加人工，冇誘因要做得好。日後職系中咧表現最差嘅5至10% 公務員咧，就冇得跳 point。如果用5% 計算咧，即係咧日後有8500個表現最差嘅公務員咧冇得跳 point。相信有助推動公務員咧不再躺平，推動大家做嘢更加積極。第二 ，Light Curve 喺商界行咗好多年，好處比壞處多。部分人擔心新嘅評核制度咧，或者會造成擦鞋文化。據我了解咧，呢個機制會喺各政府職系推行，令到評核咧更加公平，比較到各個同事嘅表現。而每個職系咧都有各自嘅管理機制，去處理職系升遷評核出現嘅問題。如果職系連5% 做得差嘅同事咧都揾唔到，咁就要有好嘅原因先會被接受。而被評為表現欠佳嘅同事咧，政府會向佢哋提出培訓，協助佢哋咧提升表現同埋能力。第三，改革循序漸進，推動更好工作表現。公務員體系有10幾萬人，改革要成事咧就要穩步推進。政府打算咧分階段推行改革，首階段咧先由個別部門同職系開始，同時鼓勵其他職系參考呢個做法。如果職系嘅人手好少咧，就可以另行處理。政府願意踏出一步，為公務員咧建立賞罰分明嘅制度，值得肯定。我相信咧會推動公務員做得更好，為市民咧提供更好嘅服務。請大家讚好啦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多謝各位。